嗱，喺呢個時候，點解以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導演嘅男主角胡天樂先生。好，多謝晒。咁啊，今日我哋都有好多同我哋好友好嘅一啲嘅機構，包括啦，古媽老虎姨啦，東特啦，盧盧爹安國，馬嫂林威汪萬玲、李華玲、盧敏儀、孫敬安、蛇媽、蘇珊、葉子薇。周博覽館嘅而呢等等等等好多嘅好朋友咁啊，最緊要其實大家要嘅心意就係希望大家都入場去到支持香港電影係最重要嘅，咁亦都多謝老闆請大家睇嚟啦，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希望大家欣賞呢一套私家偵探 AL Family 私家偵探如影隨形，佢支持咗個會員，好嘅，哇，最好啊呢個。